接下来记者了解正林建佑会带大家去广东梅竹前梅省访客业。梅竹人过后谈山歌，唔过为创嘅人来应社会哦。当地政府也有看到安尼嘅危机，如透过艺术学校培养一批批的后生专业山歌演员。一群学生嘅毕业过后，是得出接批公家嘅剧团来演出，唔惊无头路。也多年来，梅竹市山歌剧团还因推出新嘅戏出，希望向观众来谈，对梅竹嘅山歌文化继续传承下去。大型舞台上唱山歌，同河坝船街阿妹唱下佛山歌，又正又亮嘅歌声，唱人头山乐度会有印象系种，被本人感受到山河壮丽嘅景象，也是系年纪嘅梅竹客家山歌。轻快唱山歌，但是万戏剧场度加入剧情还有对话，被编作真感动人嘅山歌剧。舞台布景十分正，等等情节变化，灯光渐变，带出气氛，被表现出客家年轻对山歌剧嘅讲究，甚至连剧情做下讲嘅系客家风俗。儿子，到你把这灯笼为谁啊？你还没出声啦！儿子，你站稳了，站稳了。朝年下看到嘅呢一出灯笼妹，讲嘅系上个世纪30年代，细细个阿妹加起无西来嘅屋卡，是等家娘将来太累将来建房嘅故事。虽然系用传统客家文化风俗来做主题，但是涵盖表现嘅系客家悟性淡硬嘅精神。要增加一种我哋客家文化色彩，让咱哋我哋本身客家人看嚟有感覺親切，外人看嚟有種神秘感，有種向往感。除了劇情真有客家元素之外，台頂嘅演繹未做下係梅竹客人。聽聽羅志輝嘅山歌人呢，係慢慢嘅進來見效，然後呢，同記者先後嚟到後生人呢，大家做下套準備哦，大家學嘅是係山歌劇，希望呢用另外一種形式同你嘅梅竹嘅好相關技術嘅傳落去。係一種樂趣來嘅，作為客家人嘛，就應該要唱客家山歌。山歌就係人，然後。唱下都冇咗啦，也唔係話十分，但係覺得大家人要比較衝動努力把佢做好。希望傳承山歌嘅後生演員，隨後嚟做下得來唱山歌。來啊嘿，來啊！一片將充沛，另外一片好聽嘅山歌，音其實火轉來的。对，我們的山歌氛圍非常濃的，這邊是整個大家都非常的用心。隨來隨地嘅功力，未展現山歌嘅精髓，未係演員經過完整山歌藝術用心教育下嘅成果。我哋幾多分批到中央啊，音樂學院啊，其他專業學校培訓比較專業嘅知識，因為槍網不教啊，都係我需要一啲年輕人去培養，接一啲老同事特別嘅一批啊，都係人接上去了。哎呀，片的話，佢可以喺各個方面嘅話，佢可以做得用專業嘅角度、專業嘅先生去培養一啲學生嘅，安尼做有計劃性呢。同梅竹用專業學校劇團來培養山歌演員唱山歌來比較。台灣客家中係有24民間社團自家推廣。採訪日是拄好有對台灣來嘅山歌交流團。莫行個頭前，你行我面前吼。唔夠味。係啊。個面皮是大閘嘅。係嘛？那會強嘛嘅咯，愛本人上啊，有些人到台灣過來冇食面子。
就算平均年龄較大，未冇受過專業嘅訓練，相信阿叔阿姨還係當專心嘅來做準備。一條又一條同台灣大家都聽過嘅客家歌謠，就算同梅州傳統年史又當氣派嘅山歌比唔得。但是會展現台灣客家歌謠當年先知嘅風貌。都係扭扭扭扭客家山歌，但係我哋人客家體嘅，我哋梅州客家體嘅山歌就比較高亢。台灣客家體嘅山歌就比較平和啊，得朗朗上口啊。睇睇時代嘅改變，風格兩岸嘅抗議，歌曲發展出完全無相關風格。但是唱嘅相關係係對自家族群認同同感情。客家新聞連見有了記者，同中國廣東梅州界採訪報道。